台中市文化局4月初3到初5举办儿童艺术节，今年特别甲日本的漫画 IP 八部岛来联名。囡仔节就伫要到咯，台中市文化局规划儿童艺术节，唔但有精彩专业的表演，今年国家经典的 IP 八部岛来合作。这个儿童艺术节，我们已经举办了22年哦。那去年有将近3万人次的参与，然后呢，我们规划了这个智梦剧场，邀请了台湾12个非常优秀的表演艺术团队。今年又邀请到纸风车剧团来搬罗车闹龙宫的故事，另外还有多元的亲子活动通过体验。不管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想八部豆都能够给他们一个很正面的能量，这个是我最期待的。年前的时候曾经到匈牙利，然后也陪伴很多乌克兰的难民的小朋友一起来看这个哪吒，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勇敢的来面对挑战。活动伫咧4月初3到初5，伫咧文心心灵公园登场，欢迎民众带囡仔做回来佚佗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